开始将这个好消息有发上所有的这个社群当中，是不是？好开心，我们的阿宝老师，晚上好，全球的水不师家人们，大家好，特别的开心，每一次线上的这样的注目的这样的视频的这样的交流的话，貌似我们在很远。我们在世界各地，但是我们的心都在一起，因为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使命、共同的愿景，我们希望将这样的一个文化，将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将这样匠心高科技汇聚中国力量的科技产品，能够在全世界去帮助到更多的家庭，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健康公司的使命和愿景。所以，其实作为集团公司的我们的员工之一，作为建贤商学院的一名老师，我也很荣幸每次能够在线上跟大家有这样的交流的机会啊。首先的话，再次问候一下，阿兰老师，我建议你帮我去打开我们的那个 PPT， 就是给很多的我们的案例的 PPT 把这个 PPT 倒是帮我打开一下就 OK， 那你这边播放就可以。那么我们因为一个文化，一款好的产品，然后呢，我们共同相聚于泰赫兹玛集团然后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我们透过人与人之间简单的相信，来建立起我们的一个友谊。最终的话，我们因为这款产品给我们带来的价值，我们愿意无私无悔的去分享，愿意去支持到这样的一个小的仪器背后汇聚的这份大大的能量。所以每一次在开篇，我们都会放一个视频，叫水知道答案水知道答案水知道答案是日本的一个博士江本胜博士在全球做的这样的一个汇报，他汇聚了很多很多的他应该是去到各个国家做了无数次的实验，去证明水能读能听，水知道答案。无论我们向水投射什么样的信息，水的吸收性都非常非常的强，它能够去吸收这份能量并存储起来。但是我们如何能知道水能听呢？能看呢？我们用水结晶的方式来冰冻住它的样子最终的话，我们透过镜头来去呈现。事实上，在去呈现的这个过程当中，水结晶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源于水一旦被投射出美好的愿景，它记录了这个信息之后，其实来源于水在接收到了美好的语言的同频共振，这个共振频率使水接收到了，它记录下来，所以它结出的结晶都是很美丽的。我们投射爱、美好、夫妻、和平，都会结出美好的结晶。事实上，这也道出了我们人类长寿，甚至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全世界各个种族信仰，大家对于都是期待和平、美好、爱与感恩的。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信仰的背后，都是让我们修善的。修善念一定是有利于我们长寿，修善念一定有利于我们身心健康。连水都知道这最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人类像水一样接收万物，上善若水，能够一切把美好的东西存储起来并传递出去，那么我相信有了这样的一个信念人们的生活也好，无论这个民族也好，一定会发展的会更加的好。这也是水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期许。有人说泰赫兹健康好水，你们是一个一个做高科技仪器的这样的一个企业，为什么会倡导水不师的文化？我不知道所有的水不师的家人是否能够真正的明白水不师背后的意义。这个意义也来自于我们公司的创始人严宏如严总的一个使命，因为他是一个修行人。他不断的去修各种善念，积累各种福德，参与各种慈善，包括在研发出更多有利于人类生命健康的好的产品。当他了解到泰赫兹技术，当他了解到泰赫兹技术在水领域的应用，真正的能够改变水分子的结构，
让普通的一款水仅仅透过太赫兹技术就变成更加利于人体细胞健康的好水。他感觉到了太赫兹技术唯有应用在水健康领域，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才能够去造福于人类，更好的去造福于人类，因为水是最特别的。所以水最大的特点就是水的吸收能力非常强。我们说水的接受力很强，由于太赫兹波它是一种看不见的电磁波，所以它的穿透性很强。那么在全世界太赫兹波的应用在航空在军事再去这个在医疗板块，在成像这个方面，因为它的成像技术非常好，比如说我们过安检也好然后我们去各个这个检查站也好，因为有太赫兹技术应用的这种检测仪器，它能瞬间穿透，如果有携带一些其他的物品也好，它很容易去穿透识别出来。那么在水这个领域，因为水的吸收能力很强，太赫兹波之后，这种太赫兹波然后对于水的共振影响将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说像我们公司用的技术只用了 0.96 太赫兹波，所以我们想想太赫兹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这种放射性超级强大。比如说1赫兹1太赫兹等于1万亿赫兹，这个数据我们可想而知。赫兹是代表什么？因为我们量化到最简单的单位，让大家能够知道水的频率用赫兹来去代表，水的频率用赫兹来去代表。一般自来水的话，大概在100多赫兹，100多赫兹。我们想0.96太赫兹波，1赫兹就等于1万亿赫兹。所以我们仅仅用了 0.96 太赫兹，我们就真正改变了水的结构。那么像普通无论是100多赫兹或者是150赫兹左右的所有的一切的液体透过我们的仪器制水3分钟之后，瞬间3分钟之后就可以变成 7.6 赫兹。我们试想一下，几十倍上百倍的降低，频率越低，水的品质越好，越利于细胞吸收，这就是我们产品的高科技的技术。所以为什么我们掌握的核心技术来源于引领在健康水市场因为我们的水仪是第4代活性健康水仪，而不是过去只满足于人们喝健康水、干净的水所以完全已经是说引领整个健康水的市场。仅仅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突破，我们真正的造福了全世界千万家庭。未来我们是想让1亿家庭喝上太赫兹健康好水因为这项科技值得我们每一个水不师的家人为之骄傲。因为在水不师领域因为在水处理领域，我们真的算是佼佼者，我们拥有核心技术而且今天我们的老总也讲到，太赫兹技术的所有的研发成果申请专利也好，40%来自于中国。所以中国在太赫兹领域的这种深度和广度已经引领着世界所以尤其我们这样的在水处理领域，我们又是独领风骚。所以这样的一台水仪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水不师家人为之自信和自傲的。那么当严总从这里去讲讲我们创始人的发心。当严总看到了原来太赫兹技术在水处理的领域能够有这样的突出贡献，他想到了水乃百药之王，水乃生命之源。所以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拥有好水就拥有了健康活力的身体。所以水对人的生命的重要性，他也讲到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上善若水上善若水，水遇万物而生，则高处立就是我们的水的文化在中华文化是源远流长。他讲水的包容性又很强。我们试想一下，
一杯水，水是非常干净的、清澈的。无论我们把水里面投放什么，比如说我们投放燃料，我们投放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物体，水都能够去融入，水都能够去接纳，这就是水的特性啊，水的包容性很强。严总想到了，水成就了世界万物，而谁来成就水呢？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念头，让他看到了，成就水的价值的唯一的更好的方式，就是用水不湿的方式，就是用0.96太赫兹的技术，赋予水更高的使命，让水真正的滋养千万家庭，才有了我们这样的一句话：爱润每一人，福泽千万家。爱润每一人，用好水去滋养每一个生命，但是福泽千万家，每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人，因为有了好水的滋养，收获了健康，净化了心灵，对这个家族非常重要的，所以拯救了一个家族，拯救了亿万家庭、亿万家族，那这个水的使命、水的价值将会比光是这样的一个仪器技术上的突破，我觉得这个价值来得更大。所以严总的一个发心，一个使命，他提出了这样的一句口号：爱润每一人，福泽千万家。水不湿的文化，让更多的人加入水不湿，让更多的人将好水送出去，送健康，送幸福然后送快乐，送财富。我们在中国又有一句古话叫水为财，送水就是送财。所以水虽然很廉价，我们在各个国家获取水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像我们有自来水，对不对？每个家庭都有这种自来水都有免费的政府的这种水源虽然它很廉价，送水可能说对于礼仪之邦觉得送水的这种价值感并不是很强，因为它不太值钱。但是0.96太赫兹这样的好水真的很无价。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无价不光是在技术的领域的技术的核心价值，最重要的是人们获取好水、健康的水、利于生命健康的活性好水的成本越来越高。比如说在这里就要给大家普及一下水的健康的观念和水的知识。人体70%由水构成，我们身体每个部位都需要健康的好水，尤其是我们的体液、我们的血液我们身体其实一共就有这些血液每天在循环滋养着我们的五脏六腑，滋养着我们的器官和神经。但是我们的血液当中90%都是含水，我们的体液、我们的消化液90%全部由水构成。那么整个生命没有健康的好水，就相当于没有好的血液，没有健康新鲜的血液，我们一定就是没有好的脏器和细胞，没有好的脏器和细胞，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岌岌可危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引导之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水是生命之源。所以如果说喝新鲜、健康、干净、无污染、利于细胞的健康活性好水，就是在滋养生命。所以有科学家，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利于长寿这样的因素有哪些。然后我们不乏有几点：空气、食物和水。水非常重要，所以空气有些时候往往我们是无法控制的食物我们也可控，但是水我们是真正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喝什么样的水，选择喝什么样健康的水，我们是可以去把控的。关键来源于我们从什么渠道去获取到，所以才会有了很多的家庭，中产阶级的家庭会去买昂贵的水源来去喝日常的饮用、做饭，所以一切关乎于自己生命健康的使用一些高端的好水。事实上，这样的好水我们跟大家进行一下普及科学研究发现，5到6个小分子团的水，活性的，它的渗透力、溶解力较强的这样水是利于我们生命健康的。这种水也被称为五角水或者是六角水，也被称为小分子团水。这种小分子团水呢，具有理疗的作用，
有预防疾病，有助于排除细胞毒素，利于生命健康，利于长寿等作用。这是对小分子的水的美意。结果科学家到全世界各地去取样、去调查、去分析，结果发现有一些地区的水来自深海这种深海岩层底下的这种冰川水包括这种天然的水源，结果提取来之后看到水它的分子团极小，基本上是在5到6个分子团左右，非常的稳定。这样的水的话，它更利于穿透我们水蛋白通道。人体的话，吸收水的话是有一个水蛋白通道，这个水蛋白通道只有2纳米宽，所以2纳米的宽度的话，只有这种小分子团水才能够自由的进出。也就是说，只有被我们能够通过水蛋白通道的水，才能够利于细胞吸收，才能够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才能够维持我们机体的健康，才能更有利于细胞去吸收水当中的矿物质、微量元素，来去平衡我们的身体。所以不难得出，这项医学世界发现的话，我们的科学家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发现了人体有一个水蛋白通道，只有小分子团水才能够利于细胞所吸收。结果全世界的科学家也在调查取样不同的地区的水，发现比如说像海外我们应该有听过依云小镇依云小镇这个地方的话水源很好，也就有了这样世界知名品牌叫依云水。在中国卖到10块钱左右10几块钱一瓶300多毫升。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更高端的水，包括像日本的一些水然后呢也是卖到几十块钱不等，甚至法国有一些德国更高端的水，据说300毫升有卖到300-500块钱这样的水。那么在中国长寿之乡呢，就是巴马村中国的科学家去调查，结果发现这个地方的水源很好，小分子团水利于生命健康长寿的水，然后这样的水的话被开发出来，巴马水也卖到10几块钱不等。中国最近有新发现，具有理疗功效，有大概将近在50多赫兹的这样的水被售价到10毫升上千元。那么这样的水的话被商业化之后开发采取完了之后，作为治疗一些慢性病，尤其对于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代谢性的血液相关的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理疗和治疗预防的功效。所以这样的水被卖到上千元，一小瓶10毫升。哇，当看到这样的水，其实真的我们会发现，我们这样的一家企业的发心真的值得大家认真的来去了解。因为我们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太赫兹健康好水，我们是运用高科技的仪器技术我们用的是太赫兹的能量发生器，植入在我们的核心仪器当中，它会通电。我们现在在通电，看到了吗？我现在在通电当中我只需要这是电源，我摁电源之后它就在闪烁，它每闪烁一次的频率实际上就在启动我们的太赫兹能量发生器。我们的太赫兹能量发生器此时此刻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孔，它就在释放 0.96 太赫兹波这已经停掉了，我摁它就在释放 0.96 太赫兹波。虽然它是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任何触感的，但是我们的水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在我的仪器当中已经导入了我们的普通水，我们看已经导入了普通水，然后我只是把仪器启动，我只需要把仪器启动，所以 0.96 太赫兹波就在释放到我们的水当中。我们的水就是普通的自来水或者桶装水，这样的水都是属于大分子团的水。大分子团水基本上它基本上会在110到130赫兹，110到130赫兹，所以这样的水经过我们的 0.96 太赫兹波释放之后，就会改变水分子的结构，从大分子团水变成小分子团水。
那么我们正常的水的话，水用什么来去表示？用氢键啊，水的话是由一个氢原子由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那么氢氧原子之间有一个夹角啊，然后叫做氢键。这个夹角的话，一般是104.5度，104.5度形成了稳定的水分子的结构。那么这种稳定的水分子的结构就决定我们的水的特点，它易干嘛？它易聚集，所以就形成了大分子团水。基本上稳定的氢键结构就会有10几到20几个分子团构成这种大分子团水啊，因为它的这种特定的这种水的结构来去决定的。而我们的0.96太赫兹波释放了之后，它就会将这样的波段打散，去与水分子产生共振。这种共振频率，它就可以把我们的水分子团的氢键结构夹角多打开10度。每多打开10度的时候，我们的水分子团继而由于氢键角度打开，它发生了改变，从大分子团的状态，比如说15到20个分子团，我们想象环抱。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环抱，我们可想而知这也是一个大的分子团那么改变了之后，它变成单个水分子的排列单个水分子排，我们就想想我的5个手指、10个手指，我们变成一排排，水分子变成一排排了之后，变成了极小分子团的水。我们可想一下，市面上的水达到50多赫兹，就具备有很好的理疗的功效，对于一些预防疾病、改善压灾、延缓衰老有非常好的作用。我们的水要比市面上具有理疗功效的水还要低了数十倍。经过制水3分钟之后，我们的太赫兹健康水仪制水3分钟后，我们的水变成了7.6赫兹大家要记住这个数字7.6赫兹。目前市面上我们在全世界没有看到任何的一款水市场上零售的水能够做到7.6赫兹是很少的。如果有的情况下，我相信这样的一瓶水330毫升应该可以卖到上百块钱一瓶如果按照市场的这种销售价格。所以当我们拥有了这样的技术，我们并没有去透过卖水来去快速的回收我们的技术成本。所以我们的创始人发心开始说，我把这样高科技的仪器去赋予到每个家庭，让每个家庭源源不断喝上好水，这样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研发、我们的很多的科学家研发出这样的高科技仪器，才能够去干嘛？真正体现它的价值。所以才会有了我们再不增加您任何喝水的成本，只是透过一款仪器让您喝上真正健康的、利于生命健康的好水。所以我们试想一下7.6赫兹7.6赫兹我们的水的分子团有多小？我们刚才有讲到水蛋白通道，2纳米的水蛋白通道，5到6个分子团的水就很容易去进出。我们的水只需要我们的7.6赫兹的单个的水分子团的排列，是不是极小分子团？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瞬间被细胞所吸收？瞬间被细胞所吸收。为什么我们可以称之它？为什么很多的人给到它的美誉这是我们市场的美誉，叫做细胞直饮水。其实也来源于我们当了解它的核心科技的时候，我们当了解它的核心技术背后赋予这款水的使命和价值的时候，我们给了它很多很多的美誉，我们称之为神仙水，我们称之为各种各样的水然后在这里给大家讲完了技术之后，我们再来告诉大家太赫兹健康好水经过我们仪器制水3分钟后它有哪些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水的频率改变了，它变成7.6赫兹的水，这是让我们的水易吸收，分子团变成更小所以这是水的第一大特点。那我们的水的第二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改变了它的粘度。我们说水是无色无味的，很难感受粘度是什么。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蜂蜜，想象一下白酒，它都是液体。想象一下红酒，
是不是由于它的糖分含量比较高，然后它的粘稠度会高，尤其是这个我们叫发酵的这种酒啊，然后粘稠度越好，证明这个酒的粘头越久，然后酒越好啊，精酿的嘛。所以其实液体它是有粘度的，水也是有粘度的，只是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尤其是喝白开水，我们的口感很难去体验到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跟大家才会我们用0.96太赫兹水仪，我们制水3分钟之后，我们的粘度发生了改变。我们市场上经常会做这样的一个测试啊，然后用我们的柠檬，尤其是用我们的这种柠檬，把柠檬汁放到我们的制过的水当中，然后浸泡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同样的去体验一下口感啊。然后被泡过的柠檬汁的口感明显没有这么酸涩了，而没有被泡过的酸涩度就特别的浓郁啊，这也证明了我们的水的粘度在降低，我们改变了水的频率啊。柠檬汁也是有液体的嘛，对不对？它也是液体的嘛，所以我们改变它粘度降低了之后，口感发生了改变。那么很多人不敏感的人喝水是没有太大的感受，可以用柠檬去做对比啊。然后呢，敏感的人其实喝我们的水明显感觉到特别轻薄，制完的水和没制过的水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口感更轻薄、更滑顺更滑顺。然后呢，也没有特别的这种生涩感会减少了很多。这就是证明我们的粘度降低了680倍之后的这种水的口感的特点。同时，我们还有3个特点，3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抗菌、抗大肠杆菌。大肠杆菌是什么？大肠杆菌是让我们引发腹泻、痢疾，然后引发肠胃疾病的罪魁祸首。肠道是我们身体第二大免疫卫士，所以我们的大肠杆菌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害菌。这种有害菌肆意的在我们的肠道破坏我们的免疫力破坏我们的肠胃功能，诱发各种各样的这种疾病所以不要小视大肠杆菌很多疾病的诱因都是从大肠杆菌而起。所以我们的水制水之后我们杀大肠杆菌的杀死率在90%以上，所以足以证明我们的水真的会有消菌杀炎的这样的作用所以为什么一切毕竟我们在这种空气当中会水在经过管道进入到每家每户的时候，管道当中也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第一个我们是需要过滤，第二个我们也需要太赫兹健康水仪来去经过制水3分钟之后，再去使用一切与我们的身体皮肤接触的这样的水源，因为它会间接帮我们2次杀毒2次消杀所以把大肠杆菌杀死这样的水，我跟你讲，生水饮用也不用担心会闹肚子它有这方面的很好的一个特点。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抗辐射抗辐射相当于87.5%，相当于提升了4倍。抗氧化的能力的话提升了2倍。抗辐射、抗氧化，这是每个女性每一个家人都特别喜欢，甚至说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断的再去对抗着电磁辐射，不断的对抗着紫外线。所以抗辐射、抗氧化是我们一生追求的，因为氧化就是在老化的过程当中，为了防止老化，我们经常会要抵抗这些。所以太赫兹健康好水可以去外部的去喷拭，然后呢去滋养我们的皮肤，一方面为我们的皮肤补充更好的水分，另一方面也是帮我们更好的去对抗电磁辐射。尤其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球其实就是一汪水我们每天看的视频、手机真的是不离手，像王畅老师今天坐到电视前已经10几个小时我们电脑前10几个小时，所以眼睛明显到很干涩。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太赫兹健康水喷一喷，很好的缓解我们的眼干眼涩，同时其实也有对抗电磁辐射这样的辅助的作用。所以这样的好水真的全身都是宝，它不光是小分子易吸收，粘度低它易吸收、易分解甘油酸酯和中性脂肪，所以能够很好的稀释我们的血液，预防动脉硬化和一切有关于血液而诱发的很多的代谢性疾病，像糖尿病、高血压。
括像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免疫系统的疾病、内分泌系统的疾病。神经系统，比如说我们神经性的偏头痛包括一些阿尔兹海默症都是神经系统障碍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内分泌系统，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失调，所以我们的情绪不稳定，我们的荷尔蒙、我们的雌性激素、我们的多巴胺减少降低，这些对我们女性的影响就是衰老的指标。所以说间接使用我们泰斯健康好水有利于我们缓解衰老，然后逆转衰老对我们的亚健康的逆转起到非常好的辅助作用。所以有很多尤其是神经性头痛的人，由于我们0.96太赫兹波这种波段很特别，所以它基本上接近于人体的频率。那么这种频率对水吸收了之后，水在人体当中又是起到重要的载体，所以连同0.96太赫兹波能量以及水当中的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然后全部都带入到细胞内，这恰恰是细胞所需要的。所以这种能量被人体吸收之后，然后产生了同频共振，所以我们接收了正确的频率，都能够使我们自身紊乱的频率得到修复。所以频率紊乱，人的生命就会出现障碍然后呢，体现在疾病方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功能障碍。神经系统最简单，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像牛皮癣、像白癜风、像这些类的过敏症，这些都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就是我们身体内的频率紊乱了，免疫系统被攻击了之后，我们自身的防疫系统无法去识别好细胞坏细胞，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然后出现了这些炎症、过敏反应。而我们0.96太赫兹波这种频率被水吸收，刚好吻合于人体的频率，被身体吸收了之后，调整了我们的频率，稳定了我们身体的这种免疫系统，最终免疫系统达至平衡，所以最终我们自己的身体得到了更好的平衡之后，自我修复而达至健康。所以一切都源于平衡二字，所以自我修复是非常重要的，当今医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医疗手段，我们叫做这个自然疗法也好，我们叫做自我修复也好，就是一定要恢复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包括新冠疫情当下，为什么说我们泰克斯健康好水有它不辱使命？在全球疫情当下，泰克斯健康好水更能够去发挥它的价值这样的好水连同能量波，它就是很好的帮助我们恢复自身免疫力的一个最好的武器，所以才会有了众多的一些疫情的一些科普的一些专家告诉我们，多喝白开水，多喝水，将我们的这些病毒细菌诱发我们的一些脏器紊乱，诱发我们一些疾病的一些诱因的一些毒素及时的排出到体外。只有水能够去做到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尤其像泰克斯健康好水更能够去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这样的好水更值得在我们疫情当下家家必备，人人都要喝上的好水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对泰克斯健康水仪、泰克斯健康好水所有的介绍。那么这些介绍也来源于中国中科理化环境研究分析中心给到的我们所有的权威数据报告。那么这些报告得出来之后，我们的水具备有这样的2大特点、3大作用易吸收，小分子团 7.6 赫兹，然后降低了680倍的粘度，抗菌、抗氧化、抗辐射所以这样的一些水的特点的话，我们看，所以无论我们是洗澡、做饭，然后一切可食用的液体都可以用我们的仪器去活化，它可以活化一切可食用的液体，包括我这样的刚刚冲泡的一杯王超老师的这个代餐，那我就可以用我的仪器这样的话直接它现在在闪烁，那么制完3分钟之后，我的这一杯冲泡了的一个代餐的口感也会发生很好的改变，所以它非常方便，包括我们的设计全部都是出自于我们的这个全球顶尖的设计师，包括我们不同的卡槽都对应我们不同的容器然后非常的方便，甚至我们还配了精美的袋子，我们只需要出差的时候带我们的一个仪器，带我们这样的一个水仪的头部
这种核心武器就可以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喝上泰克健康好水。所以闲暇之际的话，我们也希望更多人加入水不湿大家庭，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送得起健康好水。好的，阿雷老师，我请你帮我打开我们的 PPT， 可不可以？那个见证的那个 PPT 吗？见证的 PPT。对，然后就是案例的这个 PPT， 我们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会员使用效果。好的，在这里呢，去给大家展示一下来自于全球不同的国家，我们的泰克斯健康水仪的爱用者的分享，这些全部都来源于真实的数据尤其对于这种OK， 你看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他们都在践行着水不湿的文化然后呢，都在去使用着好水。好的，再往下翻我希望找到从案例这一个部分直接。好，翻一下 PPT。我自己是不可以翻的，是吧？好，直接找到案例那一篇不需要。介绍几个案例。好的，比如说像很多的一些糖尿病的人群使用了我们泰克斯健康水仪你看这个案例吗？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就是透过面部抗氧化、抗辐射，然后补充充足的水分，所以我们的皮肤的含水量决定了我们的肌肤年轻的状态，就是皮肤缺水了、氧化了，所以我们去做任何护肤使用任何高端的化妆品，它都会告诉你补水是最为关键。只有有了更多的水分，你的这些营养才能够去被更好的去吸收锁住营养，才能保持肌肤最好的状态。所以补充水分真的刻不容缓。好的，包括像我们的一些会员，为什么使用完了之后，你发现他的白发转黑发？其实中医很好的给我们一个解释，叫肾主骨生髓造血。我们的肾脏需要更好的水分来滋养，所以肾脏功能不好的人，医生告诉你不要去喝太多的水。为什么？因为大分子团的水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但是0.96泰克斯这样的健康好水，分子团极小，它是帮助我们恢复肾脏功能，帮助我们的肾脏参与更好的去代谢。所以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对不对？然后头发转白，肾功能减退，然后呢行动迟缓。但是泰克斯水的话，可以帮助老年人恢复肾脏功能，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头发能够从根部生发出来这种黑发，也证明它的肾气充足，它的血液发是血之余嘛，它的血液也很充盈，然后开始长出黝黑的头发。尤其是老年人，如果说想要去让我们的头发能够更加的不容易脱发，然后用我们泰克斯水洗头。非常非常的好我们见过有这样的会员把面部头发浸泡在我们的水当中，哇，持续数月之后，整个人的肌肤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就像婴儿的肌肤一样，含水量很高。好的，再翻一页。好的，阿伦老师继续翻。包括像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些糖尿病的用户，你看他们的血糖都很高。其实血糖高是什么？血液当中的含糖量高。我们很简单，一杯水当中你放入很多的糖分，你去喝这个水是不是很甜呐？我们的饮料是不是很甜呀？因为它都添加了很多糖分所以你验血糖的过程当中，它的含糖量很高，它的指数很高。我们如何去稀释这种甜度呢？我们是不是要倒更多的水？倒入更多的水之后，然后这种糖分被稀释了，是不是我们的甜度就会降低其实人体也是一样的，我们只有喝进去更多的水分去稀释它的糖分，稀释我们的血液，把血液的含糖血液的指标我们的血糖降下来，稀释下来，是不是我们的血液指标就降下来？所以这是我们的爱用者透过短短28天的用水，空腹血糖从25.8降到了4.2。包括其实糖尿病背后诱发疾病的带给我们背后的一些影响就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糖尿病病足，我们的身体割口子之后不容易愈合，伤口不容易愈合。
非常非常的痛苦，解决不了。所以糖尿病并发症是能够去致命的。糖尿病并不可怕，控制并发症很可怕。所以你发现这个老人从截肢1个脚趾、2个脚趾，如果你看他已经黑掉的这些脚，就是需要不断的被截肢，最后我们越截越多，越截越多，截掉的伤口部位又很难去愈合，很恐怖。所以透过饮水之后，我们的血糖从19降到了5.8，现在已经避免了未来免受截肢的痛苦。你看溃烂的腿部根本无法愈合，透过0.96太赫兹的水清理消炎了之后，表面的创伤口进行了这样的清理之后，然后伤口慢慢愈合。你看化脓的部分，你看起来就是很痛苦。我们更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病人，我们的患者，他将饱受什么样的痛苦啊，十指连心啊！所以真的，我们在这里真的值得给我们的水质的家人一个大大的赞。他们真的拯救了太多太多的家庭，给了太多人希望。好的，阿伦老师换一下。我们看到左手边的这个，其实他是牛皮癣的患者。牛皮癣我刚才有没有讲是免疫系统紊乱，免疫系统障碍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透过这种皮肤反馈出来。所以当他的免疫系统平衡了，我们再生的细胞然后我们这些炎症退去，是不是我们的皮肤恢复如初啊，恢复到健康的状态呀？所以这就是太赫兹水，刚才我讲到了对于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然后有很好的平衡的作用。对于我们神经系统的恢复。好，换一下，这个也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11.3降到6.8，现在完全是正常。他也是我们的水不湿的家人，现在也成为全球水不湿的推广者和倡导者为更多的家庭喝上好水。我们的所有的家人全部来自于全球各个我们的健康水的爱用者，最后真正加入我们，真正自己用生命去验证了这款好水，用生命去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文化价值。他们开始不光是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秉承这样的一份使命，为自己积累更多的福报，最后才能够福报绵长最后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到健康、财富、幸福一生。好的，再翻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爱用者他的脚部溃烂伤口，你看新鲜的皮肤看到了吗？上下我们对比一下第4天之后，就是我们新鲜的皮肤已经看到了已经伤口愈合了之后其实这是真菌感染，所以把我们的脚趾泡到我们的水当中就完全的得到了结果。我们的手也是真菌感染，所以其实就是干嘛？我们的再生，我们细胞无法去再生，没有活力了，所以死去的皮一层一层的再去蜕皮，再生的皮肤没有长好，所以就裸露在空气外，被细菌被这些肆意的去侵蚀。可想十指连心有多么的痛苦真的太痛苦了。所以透过我们的水浸泡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位水不湿的家人，也是刚刚糖尿病的患者，他开始将这样的好水送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当地的马来人，真正的改善了他的痛苦解决了他的需求影响更多人一起参与到水不湿。好，以上就是我们所有水不湿家人的见证。太赫兹好水的美誉以及案例数不胜数，这些全部来自于全球的水不湿的家人给到我们真实的反馈，他们去验证了7.6赫兹的这样小分子团的水利于细胞吸收，它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最重要的维持生命的健康粘度降低了680倍，因血液而影响了一些糖尿病、高血压、代谢性的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过敏症然后胃溃疡然后所有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血液方面的疾病、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内分泌系统相关的一些疾病，全面都得到了恢复。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热爱我们这款产品，也愿意成为它全球的推广者，成为水质的倡导者。所以他们加入我们，请回一台太赫兹水，让全家人第一时间喝上健康好水。第二点，在喝上健康好水的同时，他们成为水不湿的倡导者，
他是力所能及的，也想要帮助到身边的人收获健康，送好水，行善举。每送出的一袋水、一桶水，那么这就是给到一个家庭一个健康的一个曙光，一个希望。所以其实我们也鼓励今天在现场的300位的家人，如果当您听懂了我们的这款仪器它不同的使命和价值，首先第一时间请回去只需要4500马币，让自己以及全家人喝上好水因为水，我们无论吃进去再好的食物，我们吃再多的保健品，没有好水帮助我们去吸收，所以它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水的价值它就是载体，它是核心关键。虽然它不值钱因为水很便宜，但是喝到好水的成本价值很高。如果就像我们这样的3升的水我们有一个刻度制水，我们这样的3分钟制水一次3升的水，如果在市场价值可能要卖到几百块钱不等所以我们的水不是家人每送出1桶水都是真的无比珍贵的，我们要珍惜这样的好水。如果你也是被我们送水来去了解到这款水，了解它这款好水，我建议您真的值得给他去回馈这样的一条信息，感恩他我也会秉承你的理念也会传承这样的使命，将好水送给身边有需要的家庭、有需要的人。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对我们泰赫兹健康水全面的介绍，后面我也会给大家一些答疑的时间。接下来我为大家重磅介绍一款我们以泰赫兹技术为首的然后我们的一款科技爆品产品。我们说泰赫兹能量能够与身体能够与细胞产生共振，在水领域我们的泰赫兹波对人生命的健康价值，在医疗领域的话也不断的再去突破，也不断经过科技的检验。这是我们全球第2款以泰赫兹技术为首的我们第2款科技爆品，它叫做泰赫兹石墨烯能量护理仪它是真正的通电之后照射我们的光波这种光波再结合石墨烯石墨烯技术2大核心技术赋予了这样的一款能量理疗仪这款能量理疗仪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直接接触到我们的身体，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可以穿透人体20到30厘米，所以要比普通的一些理疗仪的效果要是它的数十倍的功效。那么最重要，它还能够去导热，它吹出来的是热风，这种热风里涵盖的0.96泰赫兹波和石墨烯会发出这种远红外这种远红外的话，我们是说远红外对人体的重要性它是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细胞健康，所以人体只有接收了更多的这种远红外，具有理疗功效，促进我们细胞内的毒素剥离，然后呢促进我们细胞的这种共振，能够将毒素代谢出去，让我们全身由于这种淤堵而造成的一些身体健康的影响，透过我们的能量护理仪吹一吹瞬间能够达到清理毒素排除淤堵打通经脉的这样的功效和作用。所以我们是结合了泰赫兹的技术和石墨烯的技术。石墨烯在去年在美国的先进医疗然后发表了医学论文，能够去这个在癌症领域有这个无创远红外的这种有了新的突破，包括在国内很多的一些医学论文专刊发表了很多的论证包括数以千计的这种临床实验对于疼痛的显愈率对于我们身体各方面的显愈率达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淤堵、祛湿、祛寒。所以我们的这样一款能量护理仪的问世，又将是为人类带来健康的一大法宝第一个，我们有了水有了水仪，我们再有了这种理疗能量仪，这2件法宝，然后随时随地的我们可以给身边的人带来解决痛患无论是他哪里疼，尤其是我在办公室经常坐在办公室的话，然后经常会有一些腰肌劳损，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关节的这种损伤，我们只需要吹一吹照一照，很快的能够缓解我们的疼痛然后同时我们的面部很多女性的话
面部松弛下垂。有了我们的泰赫兹和石墨烯2大技术，然后我们可以很好的传输这样的能量和光波，然后提升我们的皮肤的紧致度然后呢，能够让我们促进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能够起到很好的美容的一些功效。包括像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有一些膝盖呀，包括一些膝盖的一些疼痛甚至有一些这种炎症骨刺包括一些这个腰间盘突出那么包括脊柱这种错位而引发的一些关节上的疼痛，就使用我们的能量理疗仪吹一吹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淤堵的部位，包括疼痛的部位得到很好的舒缓。如果我们坚持使用3到6个月，那很多的一些顽疾，由于疼痛淤堵而引发的一些顽疾，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和修复。所以这样的一台仪器，我们也是目前在泰赫兹码的会员平台上，我们只发放5000只给到我们的老会员尝鲜价只需要460马力就可以然后全球独一的这种超高性价比的这种体验价格好的，那么2款仪器强携手，真正为我们的身体全方位的保驾护航。很多人问，其实跟小神吹的效果一样吗？其实我们的话是要比它的技术要升级，比如说我们加入的是石墨烯的这样的一款技术所以说石墨烯技术能够对于人体的这种健康的恢复对于这种慢性疼痛病的一些改善是起到有治疗的一些功效。所以我们我们的集团公司就是以2大技术为携手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健康产品仪器研发的这样的企业。我们是技术研发因为我们的技术研发是自己的，生产是自己的，全球的营销销售也是自己的，所以我们一定是给到我们一定是给到我们的会员最高科技、最高品质、最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产品。所以我们迟迟的问世也是不断的想要在技术上叠加，所以我们在叠加了石墨烯技术，将我们这样的产品才真正的去问世于市场。好，目前是460马力，未来市场零售价是729吧，729马力。好，只限量500只如果有需要的话，跟我们的会员去订购只需要460马力一定是比市面上价格要更加的，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尝鲜价，这是我们自己这个官方出品的2大技术叠加的产品。好的，未来我会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相关的培训，那么这些培训的话会给到大家使用方法。好的，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我们的科技新品的问世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泰赫兹健康水仪全方位的讲解，以及我们的用户真实的反馈好了，在生活使用方面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已经有我们的产品爱用者的，有没有家人想来分享一下呢？有没有呢？王昌老师给10分钟的时间，可以给大家做一些答疑和回馈。好的，我刚才没有听到有家人说话吗？阿伦老师，没有，开你的麦克风，麦克风关掉了。好的。来，王超老师，刚才有一位在线的那个家人呢，他有喝了泰赫兹水4个月多，然后呢，他本来他的脚上是没有那个静脉曲张的，喝了过后4个月多，他就有出现了静脉曲张，是什么事情？好的，给大家讲一下。其实上我们的血液你想想，我们的血管很长，有1万米，我们的血管很长很长。我们的血液，人体的血液的话，
它是不断的再去循环。如果我们用微循环检测仪，我们就看到血液不断的再去循环。所以说我们再去剥离血液当中的垃圾和毒垢的时候，在集中排毒的时候，它需要缓慢的在我们身体内去排出，它不可能把你的血液里的垃圾一下子排出去。如果一下子排出去，你的血液那么也是不够的，对不对？你的血液也排出去了，然后这些污血这些被污染的血液，它还在维持着你的生命健康。所以它需要一点点剥离，一点点排毒。所以在集中排毒，你只是在你的静脉曲张处看到排除和剥离的淤堵的这种血液堆积在这个地方只是短暂的一个反应。其实这也属于一种在身体在排毒调理的一个过程当中，集中在这里体现出来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时间长一点，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身体的血液经过1年多，真正彻底的把我们的血液这个改善。一方面我们要是干嘛？把我们的身体里过去几十年的这种污染的血液、污染的水去替换。第二点，我们现在在进入的，比如说我们进食，不光是透过食物，我们还要全方位的营养，我们还要去忌辛辣、甜腻的一些东西，油炸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进口的东西我们也要做控制。所以如果你不改善控制的东西、吃的东西，你只仅仅靠水是不能够100%的解决。所以未来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全方位健康的一些观念和知识。我们水只能解决你人体70%的健康的关键因素，那么30%还要靠我们自身去维护，所以这是集中排毒，然后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慢慢它还会淡化下去所以这个是正常的。那也说明你体内的血液垃圾毒素还是蛮多的需要一个时间去清理。好的，有回答到你。好的，那个在线的那个家人呢，刘立庆，有听明白了吗？那有的话呢，你就可以在留言区打个 yes 好吗？谢谢。刚才有人问我这个仪器怎么操作因为王超老师其实这是纯为我们海外定制款我看这个头全部都是这种海外版因为我国内现在用的插头，我现在没有转换器，我无法插到，它只需要通电之后，这里有一个仪器头，然后我们长按长按完了之后1档、2档、3档，然后我们只需要按，我们再按一下就是1档，再按一下2档，再按一下3档，它就会释放远红外波，还有石墨烯这种能量光波远红外，就可以针对于我们想要去改善，比如想改善面部提升，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吹一吹如果我们想改善一些关节肩颈疼痛、富贵包，那我们就在这里吹一吹然后根据穴位，未来我们还会有根据循经循经络，我们想改善我们的肾改善我们的哪个部位，然后对应不同的脏器器官。最主要的人体，其实大家每天对哪吹吹对我们的大椎穴对我们的脊柱，从上到下到我们的八髎穴，从上到下围绕这个脊柱，我们所有的脏器全部都挂在这条脊柱上所以说我们对着这款脊柱来回的吹，每天半个小时每天1个小时、半个小时、1个小时，有非常好的效果把它当做一个养生、康养、保养的一个仪器。好的，嘴巴会肿喝了10多天，为什么会肿？一定是有炎症。如果它不是腿肿，就没有关系然后呢，嘴巴肿的话，我觉得这个诱因太多了正常来讲，钛合金健康水不会造成嘴巴肿，它一定是有炎症或者上火或者怎么样，嘴巴会肿，所以这个不好去界定不好去界定。我们的水仪可以加热的，加热可以使用的加热之后不改变我们的水分子的结构，依然是小分子水，所以我们的钛合金健康水煮出来的饭菜要比普通水煮出来的好吃多了，尤其是煲汤尤其是煮汤熬出来的汤汁口感特别的特别浓郁，它可以更好的把食材当中的精华释放出来。好的，我觉得每一次都给大家很多答疑了，是不是？其实答疑基本上没有太多了，因为大家用效果去验证了很多基本上没有太多问题。好的，石墨烯可以用多久
我们是可以，我们在技术上升级，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4000小时甚至其实还会更多。但是我们官方指导就是4000小时，这也是我们用了最新的这个，我们就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品质我们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品质，所以它的使用寿命会很长，不像市面上使用几百个小时，所以它可能只是打了一个概念，真正的使用寿命是达不到的。我们不光是把握了核心技术，而且我们的使用寿命，我们的品质会更好我们的品质用材全部都是更好的材质。好的，阿伦老师还有什么一些疑问？后面我们有没有安排一些这个分享？梁总会不会再分享？对后面梁总会分享那个我们的公司的那个奖金制度。好的，那么在这里的话，我要隆重的向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全球大使当翻阅了他个人简历的过程当中，我为之震撼。过去以往他10几年从事营销从事这种金融理财投资包括也带领很多的团队所以当他从来没有做过产品，但是今天由于一款产品它不同的使命和价值，送好水行善举，积累福德，福报绵长，这样的一个理念彻底打动他，他开始自己使用好水自己全家人使用，在真正受益之后，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事业是可以帮助到千万家庭。他其实在没有任何的经验的前提下，开始秉承公司的理念，一步一个脚印的把好水送给有需要的家庭，不断的送好水，帮助到更多人收获健康，不求回报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大批的用户，积累了更多的随行者，所以他在很短的1年内的时间，将我们的水不师的事业做到全球20几个国家，数以万计的人跟他参与到水不师践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来去作为水不师的文化倡导者。所以他有了庞大的团队，也有了庞大的会员用户，都是无比对他投来感恩之情，感恩他将这样的一款好的仪器带进到千家万户，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让他自己收获了财富，收获了健康，收获了团队，重拾了信心。所以有了更多的团队，他经营任何事业会更加的有信心。所以梁总在很短的时间内也积累了财富，公司给予他最高荣誉和回馈，全球董事。所以他也在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收获了公司给到他更多的一些奖励。他也透过这样的奖励的话，收获了自己的豪宅，自己的豪车。他现在的使命也带出了上百人的团队收入的话过数十万所以在今天他依然其实能够秉承在一线。希望他的使命刚刚开始，有更大的使命，需要让更多的家庭，全球为1亿家庭喝上好水。他还在不断的去努力，不忘初心，肩负在一线市场上，用他更多看到的生命见证，让他拿到了更多的生命成果，让大家去相信，跟随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今天的话，在我们疫情当下，很多的人在家里。然后呢，梁总为什么更愿意去跟大家分享？因为就是在疫情当下，很多人的事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很多人因此失业，家庭没有收入甚至饱受一些生命健康的威胁。而梁总恰恰在这个时间阶段，帮助更多的家庭收获了健康，同时也收获了一份事业，让很多人足不出户也能够拥有百万、千万的收入。所以说今天疫情在加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阶段，我们真心值得梁总为大家推荐我们的事业平台，成为我们的合伙人，我们一起共同去创业共同将我们的高科技的仪器产品，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遍到我们的全世界，让更多的家庭生活健康让我们收获一份福报。所以现在梁总也是奔赴在全马，应该说目前也出不去别的国家然后做了很多的慈善公益事业，很多真正需要健康又没有钱去投资健康的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组织，他都会去送上自己的一份爱心送上自己的更多的这个一些善款，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善心的仪器为这样大爱的一个领导人这样的一个全球公益慈善大使给他一个大大的赞。所以接下来我们也隆重的邀请一下我们的梁总来线上分享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事业商机，跟我们一起携手为人类健康做出我们的贡献。
好的，阿宝老师，我们的梁总是否有准备好？仪器需要充电吗？仪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需要通电的，可以连续使用可以连续使用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没有肺的问题，但是一直咳嗽，可以喝一点温水，可以尽量喝一点温水。肺部有没有问题？其实你咳不光是肺呀，然后肝呐、肾都可能会，这是一套系统。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没有肺部问题，或者是你在医疗上你去检查肺没有问题，但是并不代表你肺泡受累已经在受损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可以坚持使用下去，因为我们的水对肺部的滋养对肺部的排毒有很好的作用坚持使用下去，好不好 ？OK， 好的，阿宝老师。梁总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跟我们分享过，梁总已经在线，梁总有在线了。好的，那么邀请我们大爱的梁总。梁总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跟我们听到吗？梁总已经在线，梁总有在线了。梁总在。